係講直接民主，呢個係佢嘅理想。所以佢話人民有權，政府有能。人民擁有嘅政治權利係咩制度權？叫做創制復決選舉罷免。先講選舉罷免就係人民有選舉權，亦都有被選舉權，呢個係平等嘅。人民除咗可以選舉呢個領導人、中央同地方嘅首長之外，同埋各級議會嘅議員之外，仲可以被選。選人之外，仲可以罷免佢。我選得你佢，我又有權罷免你，有一個罷免嘅權喺個憲制上邊，可以人民有罷免呢個國家領導人或者地方行政首長嘅權，呢個係最有嘅。創制復決係對法律，人民有權直接創制法律，同埋復決政府提出嘅法律。呢種係直接民主。政府嗰個唔係政權，叫做治權。政府有能力，政府擁有治權，治權就分五種，五權憲法。喺政治上面，五權憲法係咩咧？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監察、考試。一般嘅西方國家就間接民主嘅就係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。但係中間提出嗰度就係，除咗行政、立法、司法都唔夠，要有個監察權。呢個就係中國特色嘅民主政治，因為中國嘅古代有所謂御史大夫嘅呢種制度。雖然係皇帝一個人話咗話係帝王統治，但係個皇帝覺得大家好都揾個人嚟搞我，你明唔明啊？咁於是就整一種監察嘅制度，就有啲御史大夫。喺你呢度最出名嘅例子。由皇帝揾一個人嚟監察佢嘅就係唐太宗，監察佢嗰個人叫魏徵，係嘛？所以唐朝咪盛唐咧。雖然唐太宗奪取咗帝位嘅時候要殺咗佢大佬同佢細佬同佢老豆講數，係嘛？但係佢做皇帝之後，佢驚自己行差踏錯，驚佢權力濫用